歡迎收睇一節風暴消息。廣東沿岸風勢微弱，喺下午8點，熱帶風暴西望洋襲擊馬尼拉之東南約97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約25公里，橫過菲律賓中南部一帶。睇大船路徑圖，西望洋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65公里。現時溫20.9度，相對濕度80%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明日早晚沿岸有薄霧及有兩陣微雨。明早最低氣溫約19度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溫暖。市區最高氣溫約25度，新界再高2-3度，吹微風。展望星期六風勢逐漸增強，晚上氣溫顯著下降。星期日及星期一最低氣溫喺13度左右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。廣東沿岸明日風勢仍然微弱，日間溫暖。預料一道冷鋒會喺星期六早上橫過華南沿岸地區，該區風勢逐漸增強，晚上氣溫顯著下降。受冷鋒相關嘅東北季候風影響，下周初內陸地區早晚寒冷，一股東北季候風補充會喺下周中期影響華南。此外，熱帶船西望洋會喺未來一兩日橫過菲律賓中南部一帶，並逐漸減弱。預測聽日空氣質素健康風險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6，強度最高。預測聽日顯著降雨幾率為低。跟住落嚟睇埋各大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北京多雲，布宜諾斯艾利斯落雨，科博敦明朗，伊斯坦堡落雨，洛杉磯明朗，墨西哥城多雲，白馬有霧，巴黎新加坡多雲，東京明朗，柏林凍雨，開羅明朗，倫敦多雲，港德里明朗，莫斯科紐約天晴，聖保羅多雲，雪梨多倫多明朗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